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得·达顿承诺保护台湾。他表示，如果美国采取行动保卫台湾，澳大利亚不加入美国将是不敢想象的。达顿在接受澳大利亚人报采访时说，如果美国选择采取行动，我们若不支持美国采取行动，这将是不敢想象的。据世委会网站消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周日公布了在捷克布拉格举行的第7届大会选举结果，多里宽埃沙当选为该会主席，选出世委会新的领导班子，并制定未来3年的工作方针。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谈判在延长1天后，近200个国家周六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通过了一份成果文件。这份成果文件还要求政府为更新减排计划确定更为紧迫的时间表。格拉斯哥气候公约中提出，到2030年及以后提高雄心的期望，缩小仍存在的巨大差距。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在上周发布一份报告中表示，中国对维吾尔穆斯林群体的犯罪行为已经升级，并对政府可能犯下种族灭绝罪行表示严重关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在推特上分享了该博物馆的报告，他重申了我们对中国停止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成员的罪行的呼吁。沙特外长费萨尔·本·费尔汉宣布，沙特将继续与伊朗进行谈判，期待很快进行新一轮谈判。费宾尔汉在向法国20次频道发表的声明中表示，沙特和伊朗之前的4次谈判只是出于探索目的，但双方都承诺进行沟通。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11日签署了安全设备法案。该法案规定，对于那些被判定存在安全威胁的公司，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不应再核查他们的设备采购申请。这意味着华为、中兴和其他3家中国公司的设备将不能进入美国通信网络。10月28日，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参议员都批准了该法案。